好热，大家喜欢吃冰淇淋，但您最喜欢的口味是什么呢？要告诉您，冰淇淋也可以很有客家风味哦。这是弘光科技大学的学生叫做蔡富如做出来的客家甜点，他把客家风肉给搅碎了，再跟卤汁一起放进冰淇淋里面，这味道吃起来是不咸不腻，口感非常的特别。11节的感动时刻，今天带您一块来品尝这特别的冰淇淋。油油亮亮，看起来很可口的客家风肉，怎么还得用喷枪来修边呢？原来它其实是风肉冰淇淋，配菜是番糖，猪皮是红茶冻，而肥猪肉则是慕斯加上冰淇淋。不过这真的是道道地地的风肉口味。依照冰淇淋的做法，只是材料很不相同，巧克力酱换成了客家风肉的卤汁。而这香喷喷的卤汁搭上了鲜奶，呈现独特的风味。加卤汁的原因是因为可以让冰淇淋吃起来更有风肉的味道。除了原汁原味的卤汁跟鲜奶融在一块，还得用焦糖来调味，让甜咸适中。光是这比例就调了好几十次。而为了有口感，3层肉去皮去油，只剩下瘦肉，所以也不会太油腻。加这么多是因为要让它每一口吃下去都咬得到风肉的口感。蔡富如是弘光大学的学生，才大3，但已经可以做出全台独家口味的冰淇淋。因为他拥有多项国际比赛的经验，在台湾又夺下了许多大奖。想要让创意更上一层楼，在老师吴松莲的启发之下，有了与众不同的灵感。那因为客家菜给人家的感觉都是咸香啦、家常啦，还有那种很有浓浓的人情味的感觉，所以我是觉得风肉可以比较代表这个时代的一个客家菜。那我想说，把它融到这个甜点里面，让这个菜肴呢看起来不仅是好看，而且又好吃。吴松莲虽然不是客家人，但是爱上了客家风肉的色香味，所以借由课堂的教学，师生们让客家风肉有了新面貌。冰淇淋出炉，外观看起来就像香草口味，切开一看，里头还有碎风肉，真材实料，很特别。尝一口，口感绵密，咸中带甜。它吃起来口感就好像是躲在冷冻库里面吃风肉的感觉，嘿呀，然后它是让你整个嘴巴里面都有风肉，但是会让你甜在心里面。蔡富如的风肉冰淇淋本来只是课堂的作业，但被客委会相中，在海外客家美食料理研习班亮相。另外也有客家餐厅在洽谈，客家味也丰富了他的甜点世界。客家风肉走出客庄进学堂，和冰淇淋擦出火花。卤汁加鲜奶，甜咸新口感，丰富味蕾的感动时刻。